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煞来就来讲这个高虹安进前去大院，卫福部长试水员讲有滥用医疗资源的嫌疑。台北市长郭文铁当时是惊睇到试水员是妇产科的医生，应该就要相信伊这个急动症医师的判断。啊，讲这个话，佫得罪到妇产科的医师咯。郭文铁今仔日承认讲失言，讲唔对话，而且讲唔是妇产科的问题，是试水员真久无做医生咯。伊讲试水员看高虹安是以政治人物的角度加抹黑攻击。台北市长郭文铁一早出席年沙风台灾情应变的检讨，针对欠点所在做说明。不过郭文铁13号替主地兵高虹安大院，防这期滥使用医疗资源，和卫生部长试水员对下，讲对方只是妇产科医师。这段言论，和台大妇产科医师石景中批文讲，郭文铁老这句了着全部做妇产科医师，过一讲郭文铁无承认家己讲唔对话，颠倒骂试水员咧来抹黑。我是以医生的角度去看他，所以觉得说怎么让他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哈。但是薛瑞元是以抹黑的角度去看待他是用攻击的角色，这两个这态度是不一样。讲那个妇产科那个问题啊，我也觉得是失言。其实明白讲哦，薛瑞元不是说妇产科问题，他根本没当医生很久了。请教我们的科大市长，这位急重症的医师，看看让他来决定我是否应该要住院打点滴。他也头晕目眩，如果他愿意来给我看，你知道，我当然是给他看的。反正以前不管阿扁啊、连胜文啊，或是少强，我都看。你今天要来给我看病也是可以的。郭文铁进前才了到体科医师，选举存无到2礼拜，为了高虹安，搁一摆和妇产科医师对下，互大家看到一场战火，有影是不假热烈。